西市场就是台南人口中的大菜市，也是日本时代南台湾上大的市场，以及第一座现代化的公有市场。文化局为了留下这段市场发展历史，甲台南人共同的生活记忆，透过作者陈立修的访谈甲记录，完成这本《台南西市场》。市场表示，随着古迹修复以后，这本册就是上好的导览。人共同的回忆。那这本台南西市场也绝对不是，也绝不仅是一本书，它也记录了许许多多我们的父子辈，还有许许多多早年台南人他共同的回忆以及共同经历的故事。在市场里面的大大小小事，不仅是论斤称两中间而已，也在随着古迹的修复之后，也成为一个不管是游人，不管是市民，不管是当地人或是外地人，他想来这边看一看回忆一下，或是想象一下当年历史现场所发生的事情。那这本书就是最好的导览。记者会中，作者透过老相片，以描写西市场对1905年到今伊建筑甲周边环境以及人群活动甲商业行为变化，便互大家认识这个上届打进市民生活的市电古迹。藉由西市场本身历史的发展，去所谓的把台南的中正商圈跟西门商圈的一个整个发展的历程，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呈现。透过西市场发展，然后它去从它以它为中心，然后发展成一个所谓的现在的荣景的部分。那经过100年来，它是怎么样的形成的？那从这本书里面，透过一些老照片，还有一些访谈，我们可以把一些就是不是很清楚的历史的部分的环节去做一些解释，这样子。根据了解，除了歌戏、天后杨丽花甲台语歌王郭金发拢曾经伫西市场公开演出，其他也阁有真侪故事，拢伫这本册中，欢迎大家做回来认识。台南新闻，管子刘品言采访报道。